不要了。我好喜欢你哦，我是你的粉丝啊，可以跟你合照吗？好啊，真的啊，太棒！来，照一张。啊，再一张那个鬼脸的，啊，再一张那个嘟嘴的，好可爱哦！鬼脸的你会吗？啊，再一张。今天先到这里。再2次就好了。我在你的微博我都有按赞。等一下，哦，不好意思哦，先生，我是何云的助理，过两天会有见面会。你是谁？走开！我要跟雨云说话。雨云，我好喜欢你。等一下，我可是会功夫的。我操！不要了。等，好的。我还要踢。你再不走要报警啊！雨云不要。喂，警察！雨云再见。没事吧？你发现了？带你上去擦药吧。哦。好了，谢谢你。是我要谢谢你才对。刚刚那个情况，你应该专注在拍照上面，可是你却救了我。你知道我一直在偷拍你。时间久了，自然就会知道哪台是新闻车啊。我也是在工作。不过，专访不是刚结束吗？为什么还要单独跟拍啊？这个，我只是一个小明星，你们有什么问题，应该直接问我，不是更快？何云云，你男朋友是不是失踪了？史密特说，冯长的微博都是你发的，云雪又查到冯长都不在公司里，怎么会这样？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？你们都查到了？不止哎，他们还去了酒吧，说找冯长的酒友问情况。你没事吧？来，喝酒，只喝不够啊，再点。好。哦，我走错包厢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没走错啊。来，坐。一起玩，来喝酒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，好久不见哎。嗨。你根本没关注我，我昨晚还来了呢。是吗？骗人。真的。你们每次来我都知道，但是最近好几天没有看你们了。哎，你根本没关注我，你一直留意冯仔那小子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打给他都没接，更何况你，那小子不知道去哪逍遥。你也没有他的消息啊？追了。是元旦那天你们不是还来这里玩吗？元旦？哪有？我上一次跟他在一起啊是平安夜，圣诞节啊打给他啊你没回了，真不够格。好了，喝酒啊！哎，我去了洗手间啊。哎，这冯展不在，你就没心思玩了？不是，我去补个妆嘛。补什么妆啊？这够漂亮啊！来，喝一杯。
哇，好酒量啊！啊，真的不行了，我要上厕所啊。哎，你喝完这杯，我就放你走。啊，你说的啊。喝完这杯，我就去找姐妹唱歌了。我最喜欢唱歌了。说话算话。啊，好酒量啊，喝。你是谁啊？有钱有势还需要靠药物吗？说什么？说你可悲。妈的，你扎场子啊！怎么样？出来呀！大哥，你好歹也说一下吧，这么突然，我怎么反应得过来啊？哎，你们的酒吧真的毫无意义耶！逢场作戏吗？哎，不过看不出来，你竟然也有英雄救美的一面啊！我这么做不对吗？当然对，男人就是要在女人有危险的时候出手相助。我不知道你刚才那样子算不算是有危险，那你怎么会冲过来？因为我在你眼神里面看到了厌恶，因为你经常那么看我。你倒是看得挺准的嘛。哎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赶回去吧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可能刚刚扭到，又跑太快。穿高跟鞋前脚掌要用力嘛。这种时候不是应该爽快点把我背起来吗？你竟然还有空说风凉话！我去叫车。哎，你。车呢？干嘛？没有车。来吧，我有点重哦。看得出来。看得出来啊。拿着。不会吧？空有一身肌肉，走2步就不行啊？我不冷啊。拿着。来吧。刚才谢谢你，我好歹也在帮你，就不能有点人情味吗？我不是狼吗？喂。你能主动见我们，我们很高兴。你们全都查到了，我也只能走这一步了。而且，我也有事要拜托你们。你这样的情况我见过不少，但是我们杂志社的规定是不准私下协调的，希望你理解。
我不是想要私下协调，我是想要请你们帮我找到他。找到他？我的男友，冯展，何小姐，叫我云云就好。我还是叫你何小姐吧。何小姐，你的意思是，你也不知道他在哪里？我已经找他好几天了，可是那他是什么时候失踪的？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哪里？哎，史密特，你不要像考问犯人一样。但以何小姐的情况，要是被远景知道了，的确会被当成嫌疑犯的嘛。是圣诞节，圣诞节那天他不见了。一开始我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，所以没有特别在意。可是后来新戏要上，微博需要宣传，我的经纪人怎么样都联络不到他，就擅自登录了他的微博账号帮我宣传推广。可是之后过了几天，都没有他的消息，朋友也都找不到他。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？因为还抱着一丝希望，如果胡乱报警，就等于向世人宣布何云微博自导自演唱双簧。这点我不否认，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，冯展的公司在融资上市，是副总决定把报警的事情往后延。但是我是真的很担心他，他从来没有这么久没出现过。我们是记者，不是警察呀。可是你们可以查到这么多事，就代表你们有厉害的地方啊！而且，我觉得你们都是正义的人。可是，给我2天的时间，我帮你找寻他的消息。但如果2天过后冯展还没有回来，你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